今日呢個日子係9月11號911呢個嘅事件呢，已經發生咗10年。咁啊，記得喺10年之前，咁喺911呢個事件呢發生嘅時候係晚上。咁我同師母啦，同太太呢就去咗沙田第一城，就同一個姊妹食緊晚飯，同一個家庭食緊晚飯。咁咧就發生一件咁嘅事。咁啊，飛機撞嗰個嘅世貿大樓，撞完一架就撞第二架。咁啊，當其時我哋都覺得好似發夢嘅一般啊，唔係真實嘅。咁呢個事件係真實，而且係發生咗10年啦。咁喺呢10年過去咗，都相信有好多人都有好多嘅仇恨，有好多嘅痛苦，有好多嘅唔知點樣訴説或者分解到嘅心結。過去咗10年，但係似乎走唔出一個嘅陰理，走唔出一啲嘅噩夢啊，係一個好痛苦嘅日子去回憶。但係當呢啲一啲咁痛苦嘅事情，或者世界矚目嘅、全球矚目嘅事情發生咗之後，上帝仍然去保守生還者裏面，或許係拯救嘅人員或者死去嘅人，佢哋一啲嘅家庭，佢哋嘅家人能夠生存幸存，或者咧佢哋嘅妻子，當佢哋嘅丈夫成為咗警察，或者成為咗一個嘅消防員，成為咗搶救嘅人士，佢哋喺嗰個災難嘅地方裏面殉職。但係佢哋嘅遺腹子，即係如果佢哋個太太係大緊肚有個 BB， 而家咧大概係10歲嘅歲數。當我哋見得到原來喺災難裏面仍然有幸存，仍然有一絲嘅盼望喺上帝嘅手中，或者喺上帝嗰個嘅動作嘅裏面呢，去幫助人哋能夠喺萬念俱灰嘅時候，都有一線嘅光明向住光明裏面走。呢個係上帝一個嘅好特別嘅作為。當苦難臨到人類嘅時候，或者當無論係世界大戰或者咁大嘅911事件痛苦嘅裏面，好多人去形容上帝係冇離開過。上帝喺苦難裏面仍去緊守住看住人類發生嘅一切。不過當災難嚟到嘅時候，當一啲惡果發生嘅時候，上帝冇刻意去阻止，任由佢發生。喺發生嘅時候，上帝係從旁去保護住，或者看顧住，或者眷顧住呢件事將來嘅發展。上帝從來冇離開過苦難，所以當我哋睇到苦難喺舊約裏面有一個好出色嘅書卷，或者有詩篇不斷喺度訴苦傾苦，或者同上帝去傾偈。另外約伯記都係好大嘅篇幅，或者成個嘅約伯記去講點解會苦難臨到我無端端發生嘅約伯嘅身上嘅時候，前面有好多個篇幅，有幾個嘅朋友佢同約伯去分析苦難點解會臨到你身，可能係你唔好，或者你屋企人唔好，或者係你自己唔好，做咗一啲嘅罪行得罪咗上帝，你自己唔知，所以上帝降禍於你。前面好多嘅篇幅有朋友同約伯嘅申訴，更有自己約伯自己嘅申訴告白，就話上帝你對我唔好，點解你唔眷顧我？發生咁嘅事。跟住喺約伯記最嬲尾嗰幾個嘅章數裏面，最嬲尾幾個 chapters 嘅裏面呢，去回答翻約伯就係上帝回應約伯就係我創造天、創造地、創造海、創造海裡面嘅生物、創造山裡面嘅走獸嘅時候，你喺邊度？約伯你喺邊度？當我創造掌管宇宙萬物嘅時候，約伯請問你喺邊度？當約伯聽到上帝咁樣回應佢嘅時候，約伯喺自己嗰個告白啊，喺自己嘅回應就話：上帝啊，上帝啊，從前我風聞有你，如今我親眼見你。呢個就係舊約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信仰，要親身經歷上帝、遇見上帝。喺我哋頭先獻嘅詩歌裏面，紅組嘅小組其實唔係全男班㗎，有女性㗎，不過女性最近呢嗰個出席率唔穩定啊，咁所以呢就唔見咗佢哋嚇，或者係掛住佢哋嘅學業，就唔得閒翻嚟教會。我哋冇諗過紅組可以成為紅組，我哋冇諗過紅組會有幾多人，有幾多人數，我哋冇諗過嗰個團契有幾多位嘅導師，而家有4位導師，我哋一切都冇諗過。但我哋知得到過去咗2年或者2年多嘅日子裏面呢，團契嘅生活、小組嘅生活呢，令到我哋遇見上帝。你今日睇得到個代禱事項裏面，我哋參加過我哋2年嘅營會，或者參加我哋去過 camp 嘅弟兄姊妹、紅組嘅弟兄姊妹，佢哋有啲去咗廣州嘅暨南大學嗰度讀書，有啲咧去咗英國，有一個去咗美國，到埗2至3日去咗美國一個地方一個省份。
我哋冇諗過，我哋識嘅人或者呢幾年之間去儲夠錢，或者佢可以有其他嘅大學去收佢哋。啱啱過去咗嗰個暑假，我哋搞完個 camp 之後，有四位到入咗香港嘅幾間，有4間大學佢哋入咗去，有3個入咗港大，有1個入咗其他嘅大學。我哋唔知佢將來會點，但我哋知道我哋以往經歷過嘅就係我哋喺教會、喺 camp、喺旅程裏面，我哋遇見上帝。我哋今日睇嘅馬太福音同樣講一樣嘢，就係當一班人，當馬太福音呢個作者去寫呢個書卷嘅時候，佢喺度修輯、編輯緊、修正緊一個基督教嘅信仰。佢去講俾我哋聽，究竟寬恕嘅力量或者寬恕嘅能力喺馬太福音書裏面呈現嘅係咩嘅一個嘅境況？如果我哋單睇4卷嘅福音書，撇開約翰福音去講，我哋睇頭嗰3卷馬太、馬可同路加福音，佢哋叫對觀福音。呢3卷嘅福音書咧，寫作嘅手法同埋記錄嘅事情，同埋耶穌所行嘅神蹟、一生嘅事件呢，係全部以作一個對觀式排比，即係話係咁噶啦。一件事我哋將佢記錄嘅時候呢，都係互相嘅參詳、並列嘅對比。所以我哋咧將喺新約嘅4卷福音書頭嗰3卷馬太、馬可同路加福音寫為對觀福音，或者叫做符類福音，係擺晒一齊攞嚟睇，就係原來一件事件發生咗，耶穌係做過咩神蹟，做過咩事情，有3個作者係並列嘅，有唔同嘅手法去寫出嚟。我哋作一個比較，如果馬可福音書係福音書裏面最早期，係喺主後40幾年或者60年之前啦，所寫好嘅流傳一個福音書，馬可福音係最原始、最早寫出嚟嘅，所以佢得嘅篇幅係得16章，係最短嘅。我哋今日要講到係講馬太福音。馬太福音係根據流行咗、通行咗喺市面上發布咗嘅馬可福音而去寫馬太福音。即係話馬可福音咧有16章，馬太福音咧就28章。馬太福音係比馬可福音長嘅，因為咧馬可福音成咗書啦、流傳啦，而馬太呢個人咧就會將馬可福音咧將佢嘅資料咧，我哋叫做編輯、重組、組織、發展，同埋咧即係將佢寫長啲。所以28章係多過16章啊！呢個係即係表面上我哋睇得到。而喺神學嘅發展裏面，馬太福音咧係專登喺馬可福音裏面一啲唔成熟嘅神學嘅課題，或者耶穌一啲嘅神蹟、耶穌個位格、耶穌一啲嘅身份咧，去再仔細啲去寫出嚟。即係馬可係唔成熟嘅，馬可係一個好快寫嘢嘅人，所以咧好短時間寫晒耶穌嘅一生。快啲，快啲，快啲，快啲！馬可福音裏面佢嘅用嘅字眼係立刻、隨即、次日，快啲做，快啲做。呢個係馬可嘅手法，做咗好多嘢。耶穌醫完人，醫完人，幫完人，幫完人，跟住做呢個神蹟，跟住又去第二度，咁啊就係馬可，係唔冇一個靚嘅希臘文嘅句子。馬太就唔同，馬太係將佢重組，寫得好仔細。呢個係馬太福音書作者一個嘅使命又好，功勞又好，目標都好。馬太福音書咧喺神學上面咧，亦都要喺馬可福音書之上咧係建立。馬可咧有一個資料係寫錯咗，即係嗰陣時作巡撫啊、一啲嘅監督啊、羅馬嘅官啊咁樣，有啲資料寫得唔係好仔細。馬可就將佢重新寫翻一個啱嘅名字，切實喺歷史裏面所有嘅資料。馬太係咁樣寫翻。咁喺神學上面都係馬太福音有幾個神學嘅主題，包括係上帝嘅國，即係天國。天國或者上帝嘅國咧，喺馬太福音書裏面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主題嚟嘅，係馬可福音係少去掂，因為咧馬可就係咁寫，係一個受苦嘅僕人，耶穌基督做好多樣嘢，跟住釘十字架死，跟住復活啦，咁好寫得好短。馬太係要寫天國嘅道理寫得好仔細，所以馬太寫耶穌嘅事蹟嘅時候咧，佢將馬可福音裏面想講嘅就係話耶穌就一味做嘢嘅啫，馬可福音。而馬太福音書就講咧，耶穌咧係要同啲門徒傾偈，傾到個地步就係啲門徒同埋群眾咧去拜耶穌，唔係拜上帝，係拜耶穌，直接地耶穌你係真神，我就去拜你啊！嗱，呢個係一個敬拜耶穌嘅一個嘅神學主題咧，喺馬太福音書裏面發展到嘅，發展到。咁呢個係好重要，就係話馬太福音書想講一啲重要嘢，即係俾人哋聽，俾當時嘅讀者同埋俾今日嘅我哋去聽。馬太咧好關注嗰陣時嘅社會。馬可寫耶穌嘅事蹟嘅時候係講馬可嘅群體咧係好鄉村嘅，
即係你知道鄉村，即係如果我哋新界同香港島或者九龍係有少少區別嘅。喺城市嘅規劃、道路網裏面啦，或者街道嘅繁忙啦，或者嗰啲建築物嘅擺佈咧，係有所嘅唔同。咁所以咧，馬可就好鄉村 feel 嘅，不斷要寫一啲喺嗰度咧，格拉森咧就被鬼附，咁跟住咧嗰個人咧就被鬼附啦，個頭咧去冚啲墳墓啊，咁就寫一啲好鄉村嘅嘢。馬太咧就針對當時嘅環境，馬太福音書成書嘅時候會寫當其時嘅群體咧，傳閱馬太福音書嘅人咧，受眾咧已經要去到一個地步咧，城市化同埋多元化，即係話咧睇馬太福音書嘅群體咧，佢哋咧好精益求精嘅，要求好高，所以咧佢哋要講咧就係講一啲城市嘢。咁馬太寫嘅時咧就會將嗰個內容咧就會寫到咧就係話，而家咧我哋係好好發展嘅。而家我哋好 modern 嘅，而家咧我哋係好城市化，所以馬太寫福音書嘅時候係針對一班城市化嘅基督徒、知識化嘅基督徒、上流社會基督徒同埋激進嘅基督徒。因為馬太福音書嗰個嘅受眾咧，佢哋領會緊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好激進嘅，佢哋諗住咧嗱，耶穌你咁叻啊啦，我哋心目中嘅耶穌咧係一個政治嘅領袖，係有起革命嘅，係推翻當時嘅羅馬政府。嗱，呢個係馬太福音書受眾裏面去諗，我哋要耶穌好激嘅，我哋要耶穌好 pro 嘅，我哋要耶穌好專業嘅，就係推翻羅馬政府，懟冧唔應該咁講，我應該打冧咗呢個羅馬政府咧，而我哋基督教咧係可以建立，我哋要係咁，好激進嘅，所以咧嗰班嘅猶太受眾咧，佢哋顧政治係多過救主耶穌，即係佢就想將耶穌咧美化成為一個宗教嘅人物、政治嘅領袖，去攻擊羅馬政府。馬太要好小心，佢嘅作者，佢成為一個作者，佢嘅受眾咧係有好多元化嘅思想，好多唔同嘅種族，好多唔同嘅人嘅思想，佢哋好激進、好激嘅。所以咧，馬太咧要將佢哋 cool down，馬太咧要將佢哋咧將耶穌和平嘅福音咧去告訴佢嘅讀者，去講翻俾大家聽，耶穌唔係咁嘅，耶穌係要天國嘅彰顯。如果你哋話拜上帝，亦都親自望住耶穌拜耶穌嘅時候，呢個得，呢個成立。但係如果你要耶穌捧為一個政治嘅領袖，推翻羅馬政府，以一個打大一個江山，拱冧晒即係一個好靚嘅耶路撒冷城，而要耶穌去建立另一個城嘅時候咧，呢個唔係馬太福音書嘅原意，唔係馬太福音書嘅福音。嗱，咁你知得到呢個就係馬太福音書嘅背景，佢處理嘅課題相當嘅謹慎，所以佢用嘅舊約咧係相當嘅多。馬太福音書嘅作者要寫好多嘅背景，係能夠成為咗舊約一路成就咗，以至到應許咗或者彰顯咗喺耶穌嘅身上，係完成呢個救恩。呢個就係馬太福音書，好詳盡、好仔細啊，好巨細無遺，每一項嘢逐項都講，根據舊約，根據舊約，根據舊約，係咁樣。我哋即係不得不佩服馬太嘅呢個嘅手法，或者馬太做嘅呢啲嘅事情。我哋今日崇拜之前，我哋有一個嘅栽培班，有3個弟兄一齊上呢個嘅栽培班。湯耀全弟兄，有Duncan，有關福謙弟兄。我哋要好仔細去留意翻耶穌你個位格，耶穌你係一個復活嘅救主，耶穌你係邊一位？我哋喺嗰個栽培班裏面，哇！我哋好開心啊，因為我哋年紀又唔同啊。咁啊，我哋有好精彩嘅分享，我哋分享下一個老香港人啊，佢嘅即係我哋前輩啊，佢一啲嘅感受啊。咁所以咧，請阿 Cat 啊，你問下你老公頭先上過啲乜啊？或者 Judy 咧，問下你個老公頭先上過啲咩？好精彩，今晚一定瞓唔着覺，因為我哋講一啲靈界嘅嘢，我哋講驅鬼啊，我哋講神打，我哋講氣功啊，我哋講一啲靈界嘅爭戰啊，因為阿老香港好多呢啲嘅經驗。究竟耶穌係邊一個？耶穌係要教我哋去對付魔鬼，耶穌係要教我哋推翻政治，耶穌係要我哋做啲咩事情嘅一位救主。頭先我哋有傾過呢啲嘢。我哋睇下馬太福音書，我哋今日講嘅寬恕嘅力量。馬太福音書係要講俾我哋聽，我哋基督徒嘅信仰可唔可以揸住2個字，點樣都唔放低手，係寬恕，係寬恕。
馬太福音書好仔細嘅睇住門徒嗰種嘅進程啊，靈程嗰個進步。一班嘅12個門徒跟耶穌，同埋群眾一齊去跟耶穌嘅時候，馬太嘅筆下好奇妙啊，不斷寫門徒是失敗的，門徒信心是小的，門徒是幼稚的，門徒的信心是不夠的。呢個係一個馬太嘅好奇怪嘅手法。點解馬太要寫成嗰啲嘅門徒跟耶穌係個信心咁軟弱嘅呢？呢個係馬太嘅門徒觀。點解要寫成啲門徒係咁嘅呢？喺馬太嘅筆下，我哋頭先讀嘅聖經之後，20章我哋會睇得到耶穌有3次預言自己會釘十字架死，係第3次去預言喺第20章第17節。點解耶穌會喺馬太福音書裏面要預言3次？佢哋就係要告訴啲門徒，告訴讀者就係門徒嘅不是，門徒嘅軟弱。當耶穌要進入耶路撒冷城，講佢自己要完成呢個救贖計劃嘅時候，門徒係講緊就係我哋啲門徒，梗係要鬥誰為大啦，或者咧邊個做上帝嘅耶穌嘅左右手啦。原來講緊係呢啲嘢，門徒係講緊呢啲嘢。而家係雙線發展，門徒喺度愛鬥大，喺度鬥緊大。耶穌係同佢講：我要上十字架，我係以一個君王謙卑地死喺十字架嗰個君王。所以呢個雙線發展嘅時候呢，係一個好大嘅對比。跟耶穌嘅人喺度愛鬥大，喺度爭誰為大。耶穌就講俾佢聽：我係一個君王，馬太福音書筆下嘅一個嘅救世嘅君王。我係一個謙卑嘅君王，我係一個死在十字架面前流乾嘅血同水，冇晒君王尊嚴嘅一個救主。嗰塊布少得可憐嘅蓋喺身上裡面嘅死喺十字架嘅一個救主，一個君王。呢個雙線發展呢，係馬太專登筆下咁樣去寫。馬太福音書今日雖然頭先讀咗18章，我今日想用馬太福音書20章1至到16節呢，一個葡萄園嘅比喻，去講出一個寬恕嘅訊息。耶穌面對住一班蜂擁佢嘅群眾同埋門徒，佢哋成日要求上帝嘅國快啲降臨。耶穌，你幾時救我哋，或者做我哋政治嘅領袖，或者推翻羅馬政府嘅領袖？耶穌咁樣同佢講，天國嘅比喻或者天國好似咩呢？喺馬太福音書20章1至到第16節，耶穌回應：天國好似一個葡萄園，園主要一啲人去做工，喺4個嘅時份裏面呼召啲工人入葡萄園裏面做工。每逢入到葡萄園做工嘅人都有工資，都有工價。所以早上嗌咗人入嚟做工啦，晏少少嗌咗入嚟做工啦，中午再晏少少下午茶時間再嗌人入嚟做工啦，傍晚時分都唔夠嘅工人使喎，入嚟做工啦。做完工之後，即係1天嘅工程，夜晚啦收工啦，佢哋計日薪嘅。所以呢啲人要走嘅時候，離開葡萄園嘅時候，主人話：你哋可以收人工啦。但係你哋收嘅人工呢，嗰1天嘅工價呢，全部都係一樣。你覺得有問題？明明我早晨離開工8點9點，我啊得100蚊港幣啦，咁樣講。如果我喺晏晝早上10點，同埋中午12點，同埋下晝3點，同埋傍晚5點，你個個收工啦。耶穌話：個主人比起呢啲工人所收到嘅工資都係咩呢？每人一張100蚊，1天嘅工資，大家一樣。嗰班工友未行出嗰個葡萄園就喺度議論紛紛。你試想下，你都係其中一個，你都議論紛紛啦。明明我係一個主任，明明我都係一個下屬，點解我哋嘅寫字台你大過我嘅？唔係，我同你一樣嘅。點解我哋係做主任冇訪錯嘅？點解我哋同你係一個低級過我2級嘅職員，同我都係嗰張台對住嗰張台嘅？點解我冇訪錯嘅？點解我嘅資源或者我揸嘅鎖匙係同你一樣，唔會比你多嘅？一定嘈，我哋都會咁樣嘈。我嘅經驗老練過你，點解我收嘅人工係高你少少錢呢？或者一樣嘅錢？葡萄園嘅工人就係咁樣去埋怨。嗱，呢個就係耶穌講呢個比喻好犀利嘅地方。葡萄園嘅比喻講出嚟嘅時候，當其時所有嘅受眾全部都認識葡萄園。
中東嘅地方，地中海嘅氣候係可以種好多葡萄，葡萄園嘅範圍又係好大，收成嘅時候、栽種嘅時候需要好多工人，係要睇住個季節去做嘢，咁所以呢，一呼百應咧係需要好多嘅工人。你需要工人多啫，但係你最緊要工資嘅分佈要公平啊嘛，按時間嘅比例啊嘛。咁我哋都會坐喺，我哋會企喺呢個嘅位置去投訴嗰個主人，喂，工資計要不一樣啦，我哋係計數噶嘛，一定要計翻嗰個比例。大家你望下聖經，耶穌再講落個比喻，主人嘅回應係好得意。主人嘅回應係有兩個嘅回應。主人話：而家係我請人，係我請工人嚟，唔係你請人，係我話事。第二樣嘢，而家係我俾工資，唔係你俾工資。我揀咩人，做幾多時間，俾幾多錢工資。下一句就好俗啊，關你哋咩事啊？係主人話事，啲錢係你定我㗎？係主人嘅錢。喺呢個天國嘅比喻裏面，好奇妙。呢個天國嘅比喻，葡萄園工人得工資唔公平分佈嘅比喻裏面，係講妒忌，係講仇恨。大家都出咗好多勞力，大家喺唔同嘅時段裏面去工作，大家都身水身汗，但係明顯有啲人辛苦啲，有啲人做得短啲時間。點解有一樣嘅工資？真係唔公平。耶穌話：天國就係唔公平。最後尾結尾嘅時候，喺第20章馬太福音書20章第16節，耶穌咁樣講：天國就係咁，在後嘅就在前，在前嘅就在後。天國係唔公平嘅，天國唔係用公平去定義。耶穌講呢個比喻嘅時候，係洞悉到人有好多嘅仇恨，人有好多嘅攞住公義公平咧做擋箭牌，去傾好多理所當然、自以為理所當然嘅立場或者嘅定斷。所以耶穌去回應佢哋嘅時候，咁樣話：工人係被請翻嚟，主人係請工人嘅話事人。主人係有錢，擁有金錢，係佢擁有葡萄園，係擁有呢個金錢，係佢擁有呢個分配嘅能力，係佢發放工資嗰個話事權，係佢嗌你幾時嚟開工同埋收工嗰個決策權，係主人話事，唔係工友話事。所以呢個主人有呢個咁嘅操控權。耶穌就係呢個主人。耶穌就係天國葡萄園嗰個嘅看住嗰個大門口嗰個嘅主宰。好多人入咗教會，好多人返教會，其實有好多嘢攞，好多恩慈，好多嘅友誼，好多嘅禱告嘅能力，好多嘅救恩恩典嘅一啲嘅分享，佢哋可以攞㗎。不過有時我哋周而復始，或者我哋習慣咗我哋嘅生活。我哋離開教會嘅時候，我哋冇攞走。當我哋睇得到，咦，在後嘅在前，咦，有啲人信咗耶穌咁短時間又洗禮，或者咁有啲人信咗耶穌，點解有咁好嘅豐盛嘅恩典嘅時候，咁就向主投訴啦。喂，主啊，我明明返咗幾十年教會，佢係返咗2年或者返咗10年，我係佢嘅4倍，點解佢嘗咗咁多恩典呢？梗係你計錯數啦！你如果唔識計數嘅時候，我將我嘅計數機，主耶穌，我交俾你，請你撳下我 calculator 嗰個計數機。我哋話你係唔識計數啊，主耶穌，我嚟幫你計，或者我借個計數機你計。耶穌話：邊個擁有恩典嘅泉源係主耶穌？邊個釋放一個好嘅環境去孕育、去培育屬靈嘅生命係主耶穌？發放工資嗰個係邊個？係主耶穌。呢個就係耶穌講天國嘅比喻，葡萄園工人呢個比喻嗰個嘅重要性。馬太寫葡萄園工人嘅比喻寫完之後，下一節就講耶穌第3次願自己要上耶路撒冷受死。馬太福音書葡萄園工人呢個比喻係馬太福音書獨家嘅記載，獨家嘅記載。馬太係一個好識計數嘅人。教會傳統講馬太嘅職業信耶穌之前係咩咧？係一個稅吏 accountant， 一個 tax collector。佢係收稅，佢好識計數。馬太福音書有一個馬太稅吏，好識計數嘅人，
去寫記低呢個嘅比喻，好有意思。即係話嗰條數其實冇計錯，因為上帝嘅數學唔同我哋嘅數學，因為主耶穌嘅恩典唔係我哋所睇嘅道理。我哋頭先喺栽培班或者我哋同弟兄姊妹琴日嘅紅組，我哋查聖經，我哋成日都咁講，聖經真係好悶啊，又冇圖畫，又咁厚。我哋問啲團友，你會唔會帶聖經返教會啊？梗係唔帶啦，我哋唔帶聖經返教會噶嘛。教會有聖經，使乜我帶啊？我哋以前返教會咧，我哋會帶自己本聖經返教會嘅。呢本聖經，我手上講到嘅聖經係我自己買嘅聖經，唔係教會嘅聖經。我哋擺喺自己公事包，擺喺你姊妹返工嘅手袋嘅聖經，係你自己用錢去買嘅聖經，唔係教會提供嘅聖經。主日嘅時候，有好多人話：我哋唔會喺主日崇拜裏面帶自己本聖經返教會，因為教會有聖經。但係主耶穌告訴我哋：你花得起錢買一本60蚊或以上嘅聖經，即係普遍嚟講係60蚊一本聖經，至低價。你願意擁有自己一本聖經，跟住你一生一世嘅時候，你可以將呢本聖經任意嘅記錄你自己嘅心得，隨隨時時嘅好好嘅閱讀。呢本聖經可以跟足你嘅一世，可以陪伴你過好多傷心、快樂、悲哀、迷惘、痛苦、懊悔嘅日子。呢本聖經可以講俾你聽，耶穌寬恕嘅力量喺十字架裏面有十架嘅七言，其中一句係咁樣講：當人哋鞭打耶穌、侮辱耶穌，俾約翰、耶穌個門徒約翰同埋耶穌肉身嘅母親瑪利亞觀望住耶穌流血流出去嘅水分就快有斷氣嘅時候，耶穌喺十字架裏面上面去講：天父啊，饒恕佢哋，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明白。當聖經記載呢啲一言一行一語嘅時候，原來都好想我哋擁有呢本嘅聖經，袋住喺你個袋，得閒攞出嚟去細味，去睇下乜嘢叫做寬恕的力量。嗰本聖經無論有幾大有幾少，係有個重量。當你將呢本聖經擺喺你嘅手袋，或者擺喺你嘅公事包，或者你手揸住嘅時候，無論係主日嘅崇拜途中翻緊嚟，或者你去街，或者平日你帶住翻工，真係好唔方便㗎，真係有重量，真係好要付出㗎。嗰本聖經唔輕。當你背負呢本聖經，攞住呢本聖經去睇、去讀、去默想、去思考、去浸淫嘅時候，你思想一下，耶穌上耶路撒冷各各他山上面，苦路有14站，佢嘅路程係要行好遠、好長、好斜、好顛簸、好崎嶇，才能夠去到山嘅山頂，然後釘十字架。耶穌上十字架嘅時候，係背住呢個刑具十字架，嗰個重量好重㗎。耶穌所背負嘅十字架喺路加福音書咁樣講俾我哋聽：若有人要跟從我，都要背負自己嘅十字架，捨棄一切來跟從我。原來從來喺福音書裏面講出嚟，跟耶穌嘅人係要付出代價㗎。哪怕係一本聖經擺落你嘅手袋或者你嘅公事包，嗰本聖經喺你屋企唔好擺喺書架裏面發毛。嗰本聖經喺你屋企係要嚟閱讀，俾你思考，俾你流眼淚，同埋俾你得到安慰。耶穌講呢個葡萄園工人嘅比喻嘅時候，耶穌講完就話自己要上十字架被釘死。馬太福音書係好針對軍權主義、羅馬勢力。當耶路撒冷城係俾奧古士督佢哋起咗一個咁靚嘅城、咁偉大嘅城牆，即係咁偉大嘅耶路撒冷城喺個山崖嘅上面嘅時候，耶穌好有把握咁樣講：你哋用咗幾百年起嘅咁靚嘅城同埋城牆，
我一整冧佢，3日就要建立起嚟。羅馬政府倚仗嘅係軍權同勢力嗰個建築。耶穌所講嘅建築，屬靈建築係你心裏面嘅心房、心室裏面一個嘅地位，俾耶穌。當我哋真係跟耶穌嘅時候，我哋喺心裏面都去細心去諗一諗，你仲唔可以寬恕嘅係邊一個？你仲嬲緊嘅係上帝點樣對你唔好？你仲睇唔開嘅事情係啲什麼事情？喺度講一講一個離開咗世界嘅教宗，佢一件事蹟。大約20年前，天主教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喺幾年前去過身。咁佢係有一次喺聖彼得廣場完成咗彌撒嘅時候，每次教宗喺聖彼得廣場做彌撒嘅時候，都有成千上萬嘅會眾，無論係信咗耶穌嘅或者未信耶穌嘅，都係瘋魔去擠擁。喺嗰個嘅彌撒做完咗之後，突然間發生咗件事，有個槍手去槍擊，攞住支槍去射呢個嘅教宗。教宗中咗槍，流好多血。教宗附近嘅保安同埋士兵咧，捉住嗰個囚犯，即係嗰個疑兇。然之後拉咗去審判同埋坐監。呢個聖保祿教宗去接受手術，咁啊心口啊或者身體裏面有個疤痕啊，咁啊救得翻條命，不過都好虛弱。呢個教宗喺佢在任嘅時候遇咗至少3次嘅槍擊，砰砰砰，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國家都係俾人哋射殺嘅，即係俾人哋 target 咗要殺佢，又暗殺佢。咁喺呢個嘅事件2年之後，教宗咧去到意大利呢個監獄去探呢個嘅兇手，我唔記得咗教宗中咗1槍定2槍定3槍。總言之，教宗去監獄嗰度探呢個嘅兇手。探完之後，探嘅時候佢知得到呢個嘅兇手就係一個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係信呢個回教，所以要殺教宗，因為佢哋信阿拉真神，佢唔信耶穌基督，所以兇手要殺教宗。探完監之後，喺監獄出邊有好多嘅傳媒啊，數以百計等緊教宗，問下佢發生咩事？你點解要探一個殺你嘅兇手？殺唔死你嘅兇手應該咁講。咁啊問下教宗，教宗嘅回應好特別。教宗嘅回應係講咩咧？即係講一句説話。人哋話你頭先做乜嘢啊？即係教宗，你入咗去探監，你同佢講啲乜嘢啊？教宗咁樣回應，佢話我頭先同一個已經被寬恕嘅弟兄傾偈。佢喺監獄裏面咧探嗰個咧係一個土耳其人，回教信阿拉真神嘅人，開咗唔知幾多槍，佢想殺死教宗。教宗同佢傾完偈之後，祈完禱之後，分享完救恩之後出嚟，我頭先同一個已經被寬恕嘅弟兄傾過偈，跟住就走咗啦。即係教宗唔多講。呢個就係一個信耶穌嘅表現，寬恕人嘅力量。教宗已經幾次俾人暗殺，死唔去。教宗喺俾幾次俾人暗殺之後，個身體差到不得了，嗰個腰骨攣弓蝦米咁樣企，唔係又要攞拐杖，又越嚟越老啊！講嘢嘅時候都口震同埋手震，發聖餐嘅時候手攞唔到即係好穩陣嘅嘢，不斷喺度手震。但係喺佢口所出嘅呢句説話，已被寬恕嘅一個人，呢句説話嘅力量係相當嘅大。盼望大埔堂嘅弟兄姊妹，我哋都去寬恕自己，寬恕一啲得罪過你嘅人，寬恕一啲你覺得耶穌唔會寬恕你嘅罪惡。其實耶穌擺到明話可以寬恕你，寬恕一啲你覺得你好嬲見到嘅事情同埋啲嘅現象。基督教嘅真理唔係要我哋去仇殺或者血債血償。耶穌做咗一個係數學裏面好錯誤嘅做法。啲人打佢，佢就俾人打；啲人殺佢，耶穌就俾人殺。啲人要釘佢十字架，耶穌就話就係疊起佢對腳，伸出佢2雙手、2隻手，係俾人去釘喺十字架。到最後用一句嘅説話去結束今日嘅講道。當你仰望十字架嘅時候，請你記得，請你記得，請你記得，
十字架上嘅耶穌唔係靠3支鐵釘去牢固地去將耶穌緊緊嘅去釘喺十字架嗰度，唔係一個刑具好實淨，唔係一個刑具好穩陣去釘耶穌喺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唔係，唔係。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嗰個救恩係靠上帝嘅慈愛，係上帝嘅愛令耶穌擔當世人嘅罪，喺十字架上面好穩陣嘅、好忍耐嘅去完成佢嘅救恩。我哋一齊祈禱。